祝贺演出的是国家1级演员、粤剧梅花奖获得者、优秀吕派传人吴素英老师。他将演唱一曲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，在表达自己对袁雪芬大师敬意的同时，祝粤嵊州粤有戏2024粤剧文化年系列活动旗开得胜，顺利进行，圆满成功。掌声有请。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。请放音乐。我的小女儿。